不要啊，仲轩，你不要走！娘娘，仲轩，娘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娘娘，仲轩，你快点站起来吧！娘娘，你还是回到床上去休息吧。小皇子他没有走，他真的没有走，你是在做噩梦啊，娘娘！不，我看见仲轩了，他跟我说。 他说：“我要是再不去看他，他就不认我这个娘了，他会生气的。我要去看仲轩，我要去看娘娘。娘娘不可以啊，娘娘，你还病着呢，娘娘，仲轩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不让我去看仲轩啊？娘娘，没有。我的仲轩怎么样了？太医的诊断是错误的，对不对？仲轩现在应该好多了。” 他应该好多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娘娘，小皇子已经好多了。太医给他服了药，他现在正在床上睡觉呢，娘娘。真的，娘娘，晴儿刚从那儿回来，是晴儿亲眼看见的。娘娘，你现在放心了吧？你可以安心到床上睡觉了吧？娘娘，不，我不睡觉，我不睡。晴儿，你带我去看看仲轩好不好？不，我是他娘，我是他娘，他病了，他需要我去照顾他。晴儿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带我去看看他吧，晴儿，我求求你，晴儿，我求求你，娘娘，我求求你干什么？我求求你带我去起来啊！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 快起来呀，娘娘！你带我去看他，娘娘！参见娘娘。国主在里面啊？在，国主照顾小皇子已经好几天不上朝了。这几天他不吃不喝。 一直坐在那儿守着，小的真替国主担心呐。我想看看仲轩。是。当时啊，臣妾就觉得这事很奇怪。娘娘本来说什么都不同意佳敏小姐进宫的，后来不知为什么，突然又急着帮她说情，要她进宫。原来啊，娘娘以为佳敏小姐真的怀孕了。等娘娘一回到娘家，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周夫人拿话诓她，全是假的。所以娘娘气得一口血喷了出来。当天呐，就回了宫，紧接着又碰上了仲轩的事，这不才一发不可收拾。事情真是这样的吗？是啊，是真的，全都是真的。臣妾也是无意当中听晴儿说起的，臣妾也不知该不该跟您说。说了吧，怕您嫌我多嘴；这要是不说吧，又怕您说我知情不报。臣妾想了又想啊，
还是应该让您知道，圣尊后，这娘娘的心病啊，就是佳敏小姐。这佳敏小姐就是罪魁祸首啊！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就快闹出人命来了。您说的可不是嘛？臣妾觉得呀，这佳敏小姐心机深重，手段毒辣，实在是不适合入宫。圣尊后，您还是考虑考虑，收回成命，不要让佳敏入宫待年了。圣尊后驾到！娘娘，臣妾叩见圣尊后。平身。谢圣尊后。来。孩子，2件让人追心的事情都让你给碰上了，你心里难受，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自己就这么闷着，没病都会闷出病来的。佳敏的事情是他们不对，可是你现在是在拿别人的错误惩罚你自己，多傻呀！看你现在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天底下还有你这么傻的人吗？母后，是臣妾没有贤德。不，这种事情，所有的女人都会生气。什么宽宏大度啊，容人雅量啊，全都是骗人的。不过母后还是应该说句公道话。国主他瞒着你，是因为他还爱着你。正因为他还爱着你，所以他会觉得对不起你。从家从小就比别人感情丰富，长大了还是这个性子。他多情，他不滥情。大婚以后，他除了你，现在就是佳敏。孩子，你也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让佳敏入宫待年。现在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，那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佳敏的事，是臣妾一时过不了的心结。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终有一天会好起来。但是仲轩，他还那么小，却病得这么重，臣妾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仲轩，母后跟你一样不舍。他聪明可爱，他给我背过《诗经》，而且背得滚瓜烂熟的。来，让我们一起为他祈祷。孩子，其实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生命中许多的爱都会离你而去，身体会离开，
可是留给我们的会是长长的情谊，你懂吗？是，母后。儿臣愿领受母后责罚。别，孩子，别！你现在是一国之主了，母后怎么还能罚你呢？怎么敢再罚你呢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这件事情我不这么看，我的良心不让我这么看。这些事情都是因你而起，得你自己去了啊，懂吗？儿臣知道了。参见国主。参见国主。晴儿，下去吧。是。你还在生朕的气啊？你还是不肯原谅朕？是朕对不起你，给朕个机会，让朕好好弥补你好吗？不需要弥补，只要国主开心，无论做什么决定，臣妾都愿意承受。你休息吧。菉菉金井，梧桐晚，几树惊秋。旧雨新臭，百尺虾须在玉钩。琼窗春断双蛾皱，回首边头，玉骑临游。九曲寒波不说溜。国主。啊？耀娘请国主恕罪。耀娘，你知道你有多过分吗？国主好意去酒楼看你，可是你竟然……厚德，下去吧。是。正在等你给朕一个解释。耀娘多谢国主包容。耀娘本来就是一个舞娘，凡是进入风月楼的人，都是耀娘的客人。你把朕也当成一般的客人吗？是，国主微服进入酒楼就是客人，连朕都不例外。国主，耀娘不能随心所欲滥用私情，否则那样只会增加酒楼的困扰。耀娘正是情奴，才更要知所行止。情奴才更要知所行止。是。
知所行止。你也是拐着弯在怪朕和佳敏的事。咬娘不敢。算了吧，你不说朕也知道，连弓鞋都留下了，不是心思，是什么？佳敏和朕事前不知所行止，我们都太率性了。朕承认，事情既然发生了，朕如果撒手不管，那就更加不知所行止。你懂吗？朕得负责任。咬娘明白。谢谢你。偏僧姜正叩见皇上。朕要见周后，你立刻安排。皇上，偏僧已很久没有被召入唐宫了，不能想见就见吧？你给朕想办法。你入不了宫，就请周后出宫。总之，朕只给你3天的时间，这3天之内，朕非见他不可。皇上，就算您杀了偏僧，偏僧也办不到；就算偏僧能进宫，周后他也出不了宫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周后病得很重，他不可能出来。病得很重？是。为什么你不早说呢？朕非见他不可。立刻就走。是。啊！撤！皇上，还是这间屋子，委屈您暂时住在这儿。行了，快去安排朕的要紧事。是。梅香，咬娘呢？咬娘，她进宫去了。哎，她怎么又进宫去了？对呀，听说娘娘她病了。哎，有位和尚找你，在那边等半天了。哎，咬娘，你怎么才出来呀？你才是呢，怎么这么大大咧咧的，随便找我出来呀？我也没办法，有急事啊。急事？啊？什么？大宋皇帝要和娘娘见面？你疯了？我也是不得已呀。不可能的，大宋皇帝进不了后宫，娘娘病着，他也不可能出来呀。可是皇上他非见不可啊。这种事情要是让人知道了，就死定了。你怎么可以胡乱答应？不行，我办不到。哎，皇上，您已经到了。哦，咬娘叩见皇上。好了，快起来。朕几次南来都见不到娥皇，这一次，朕非见他不可。咬娘，此事要拜托你呀。可是，皇上，咬娘不能骗娘娘出来呀。朕没有要你骗她，你跟她实话实说，说朕非常的关心她，朕为了她特地南来，请她无论如何都要与朕见上一面。好吧，咬娘试试。好，手要软，对，身子要轻，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蝴蝶，要飞起来了。好的，对了，要翩翩起舞了。好，来，转身。你是一只最美丽的蝴蝶，对，好。起舞了，好的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好，就感觉你自己是一只最美丽的蝴蝶。好。娘娘。娘娘，
娘娘，您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一听你提到蝴蝶，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。过往云烟，好比镜花水月。人生已了无生趣，往事又何必回忆？娘娘，难道您连爱恨都看淡了？如今我已心如止水，对一切都看淡了。真的？既然如此，如果那个人想见您，您也能坦然面对吗？是的，娘娘，他来了，为了您的病，他不顾一切地跑来了。原来都是赌博的玩意儿。是，100个数字，前6个中了就有彩金。难道江南的人都不做正事吗？每个月开彩8次，中了那就是百万富翁啊！哪有人有心做事啊？哼，再这样下去还了得？每一个人都好吃懒做，都想不劳而获，那江南迟早会变为贫瘠之地的。嘿，今天老子赢了头彩，在座的客人都归我请。掌柜的，把好吃好喝的都端上来。好嘞，今天大家尽情吃喝啊！哎呦，韩大人，今天小的中了头彩，今天的酒我请客。哈，你这酒我不能喝，喝完了我心里不安呢。万一哪天你再输了，是不是还要让我再给你吐回来呀？啊？韩大人，您说笑了，不会。你就是韩熙载吗？正是，阁下是铸铁钱的政策，你没有错，不是你失败，也不是避财的问题，是李煜的魄力不够，是执行的问题。阁下，在我看来，不仅铸铁钱可以，只要时机成熟，连纸都可以成为避财。你想想看，如果纸币可行，那朝廷可以省下多少的避财成本呢？而百姓携带起来也多方便呢？你说是不是？阁下所想与下官不谋而合。阁下来自大宋，我希望你到大宋去，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币制改革，发行纸币。阁下睿智，绝非常人，下官可否请教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你有好的治国良策，留在这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到大宋去了，你的才干才能够得到发挥。只有有魄力的君王，才能够实现你的理想。阁下看得起下官，实在令下官感动。只是忠臣不识二主，阁下的美意，下官只有心领了。迂腐，良禽还知择木而栖呢。难道你情愿每天醉生梦死，把你的理想全都丢入酒缸之内，再带入棺材里吗？大丈夫要会分辨，这是做大事，是为天下的百姓做大事，而不是为一国一地一小部分人做事。更何况，唐朝廷的国力薄弱，风雨飘摇，眼看就要不保了。阁下说的不错，我江南是正面临着生死关头，所以臣更不应该弃我国主而去。时穷节乃见，竹子正是因为中空而有节。臣读圣贤书，忠君二字，绝不敢忘。江南如果人人都有你的节操，何愁国家不兴呢？素闻上邦皇帝体恤百姓，承蒙看得起，韩熙载有不情之情。说吧。他日，
日后，请上邦皇帝本着泱泱大国之风，慈悲对待江南百姓，那就是对韩某的知遇之恩了。韩熙载，叩谢皇恩。恭请圣尊后圣安。起来吧。谢圣尊后。在凤栖殿住下了吗？谢圣尊后关心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去看过娘娘了吗？她病得很重。他对我这个娘有些误会，我担心他不愿见我。其实，姐妹共侍一夫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只是不知怎么又弄出个什么假怀孕的事情，所以才把娘娘给气倒了。都是臣妾的错。用假怀孕来诓骗娘娘，朕要是较起真儿来，不要说是你这个做母亲的，连我这个皇太后也罪责难逃。请圣尊后恕罪。你们知道错就好。其实娘娘也不是个小心眼的人，只是现在又加上仲宣的事情，你让她怎么受得了啊？娘娘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看我现在漂不漂亮？娘娘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早上啊，想仲宣想得心慌，可又怕这么去看他，让他看到我这病殃殃的娘，就让他们好好给我打扮打扮，好看吗？当然好看了，娘娘。您现在真的很漂亮，青儿想小皇子看到你，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你瞧你啊，哭什么？走，我要你陪我去看仲宣。宝仪，小皇子的寿衣准备好了。知道了。娘娘驾到！停下。娥皇，国主，臣妾来看一下仲宣。太医们正在诊治。他现在好些了吗？娥皇，你病这么重，先回去休息吧。不，臣妾想看看。启禀娘娘，您的病尚未痊愈，臣担心小皇子抵抗力弱，还是不要进去了。娥皇，太医的意思是怕仲宣受到感染。娘娘，这里有臣妾，您就放心吧。娘娘，那好，为了仲宣，我先回去了。晴儿，我们走。是，臣妾告退。国主，
能瞒多久啊？能瞒多久是多久吧。佛祖，您如果有灵，就知道娥皇是朕一生的牵挂。朕不向您祈求江山社稷，只祈求您赐给娥皇健康。朕愿意折寿，换他的福泽。求您降福给娥皇吧。娥皇病了，佳敏走了，连儿子也离朕而去。这人间的生离死别，叫朕如何看透？请，皇上，教父是自己人，也有身手，请您放心。行了，朕出去转一转，有消息立刻通知朕。贫僧恭送皇上。小长老，快接驾！贫僧恭迎国主，国主圣安。皇上，是李煜。平身。谢国主。小长老，小皇子死了，娘娘也病了。朕眼下正经历人间生老病死的苦痛，朕来求开示，求如何处理生死苦海，解脱轮回之苦。朕只要一声令下，现在就可以抓住他，挟持他。国主，时政无声，才能了生脱死。时政无声，谈何容易？教中何人呢？是远方来的朋友。国主，那人没下轿行礼是大不敬，小的去救他下来。等等，有道是：心远地自偏，心近地如临，无声即了脱。即是天涯，也是咫尺。朕懂了。皇上，我们走。皇上，有娘回消息了，
约到了吗？是，明日咬娘会带娘娘到西山瓦官寺祈福，哦，约在西苑凉亭。那寺庙认识娘娘的人少，那地方皇上以前也去过。好，终于约到了，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。娘娘，娘娘，您身子还没好，还是进屋歇着吧。没事，我睡不着。您还在想明天的事啊？晴儿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明天该不该去见他的面。娘娘，娥皇，娥皇，你等等我。娥皇，我来了，娥皇。娥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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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娥皇！原来是做梦。还好是做梦，不行，不能再睡了，要不然真睡过头了。国主，这恐怕是臣妾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娘娘，轿子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晴儿，你留在这儿。万一有什么事情，也好帮我挡一下。娘娘您放心吧，晴儿都知道的。让我们进去吧，进去，我们要见娘娘。你就让我们进去吧，好吗？进去，你们不能进去，下去吧。夫人，佳米小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晴儿啊，我们来了几天了，我担心娘娘，想见娘娘。见娘娘，可娘娘，听宝仪说，她不肯见我，她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是啊，夫人，我看你和佳米小姐还是先回去吧，娘娘她是不会见你们的。这怎么行啊！这一切都是我惹出来的，我要当面跟娘娘解释清楚。晴儿，你就帮帮忙，让我们能见个面，让我们母女，让她们姐妹和好，行吗？夫人，这个晴儿真的做不了主。再说了，这事儿也不是您惹出来的。我想你们还是先回凤栖殿吧。等娘娘她想见你们了，我一定会去通知你们的。晴儿，我和娘这一趟是诚心来道歉的。过去是我太任性，我对你。对姐姐有诸多不是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吧。你禀报姐姐，请姐姐原谅，让我和娘进去吧。佳米小姐，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，娘娘她是真的不会见你们的。再说，你当初那么做的时候，你眼里可有娘娘？你可曾想到娘娘心里会有多么难过吗？你以前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把娘娘的心都伤透了。你现在还想爱怎样做就怎样做吗？这真的不可以啊！现在娘娘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见你的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。晴儿，我是真心来道歉的。佳米小姐，我看这事儿还真由不得你，你就别再强人所难了，你还是快走回去吧。晴儿，佳米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不是存心给娘娘难堪吗？你快起来吧，佳米小姐。晴儿，我是诚心来忏悔的，娘娘要是不原谅我，
我就不起来。佳敏小姐，夫人，晴儿，你就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去求求娘娘好吗？夫人，你们为什么要强迫娘娘原谅你们呢？你们这样也算道歉吗？佳敏小姐，晴儿求求你快走吧。哎呀，你看，晴儿，你快起来！哎呀，佳敏，你也起来吧。佳敏呐，佳敏，你别任性。哎呀，老身参见国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干嘛跪在这里哭哭啼啼的？是不是娥皇她？不是国主，是我们来向姐姐道歉的。姐姐不肯见我。起来吧，跟朕来。启禀国主，娘娘她不在宫里。不在宫里，那她去哪儿了？她和咬娘去瓦官寺祈福了。哎呀，既然是去祈福了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娘娘。多少年了？你让我思念多少年了？我几次来都见不到你了。我知道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每一次想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心里头像被插了一把刀似的。多少次我在生死边缘上徘徊，是你给我勇气让我活下去。多少次我遇到挫折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是你的叮咛在我耳边回绕。都是因为有你的帮助和鼓励，才会有今天的我。从东西班先生到皇帝，每一次的胜利，我都想与你分享。生活中，无论是得意、失意、快乐，或者是悲伤，我都想和你一起共度。可你却远在千里之外。那种思念你的心情，那心碎的感觉，你可明白？
佳敏，朕知道圣尊后已经下口谕，让你入宫待年。不要再说了，全都被我搞砸了。我不要再入宫，不要再伤害姐姐了。没有人要伤害娥皇，你相信朕，不要放弃好吗？朕不会放弃你，你也不要放弃朕，好吗？娥皇，我说过，我一定会有出息的。我也说过，我一定会闯出一番名堂。我都已经做到了呀，我所说的话，我都做到了呀。你看，娥皇，你并没有看错我，我是你慧眼中的英雄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。每一次只要听到你的消息，我都为你感到骄傲。好，走，跟我走，到汴京去，我可以立刻封你为后。不，不可以。我来见你，并不是为了要跟你走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啊，只要你肯点头，谁还能管得了我们呢？当年你有你的牵挂，可是现在我已经是大宋皇帝了，还有谁能反对我们呢？李煜他如果对你是真心真意的话，我也就认了，可他并没有啊。过去你担心悔婚会株连到你的家人，可是现在我已经是大宋皇帝，再也没有人敢那样做了。如果李煜要是敢动他们一根汗毛，我立刻要他好看。我绝对有这个能力的。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，我更知道，你这个大宋皇帝，如果想得到，就肯定做得到。可是，在我嫁给李煜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注定了是江南李煜的女人。我的人，我的心，从来都没有背叛过我的丈夫，以前不会，今后也不会。我知道你一心想当个名垂千古的好皇帝，我也听人说，大宋皇帝勤政爱民，将国家治理得一片欣欣向荣。这不正是你当初的心愿吗？现在，你更应该为了这个心愿，为了大宋的子民，了却这份情，做一个人人爱戴的好皇帝。不，我情愿不要做这个皇帝。娥皇，我们找一处远离尘烟的地方，享受我们两个人的生活，就我们两个，只有我们两个，好吗？娥皇此生能得你这份情，已经知足了。可是今非昔比，现在的你我，已不是当初认识的那两个人。我们俩各自都扛着各自国家的责任，我们都有各自的家庭，各自的孩子。如今，我已是两个皇子的母亲，为了我的孩子，为了我的丈夫，我的家国，娥皇以江南国后的身份，正式向大宋皇帝请命。大宋强，江南弱，请您体恤我江南的百姓，在您将来一统江山之际，不要对江南动干戈，让我江南也能千秋万代的延续下去。
这是娥皇唯一的，也是最后的恳求。这是我一辈子的情谊，是我坚守了一生永远不变的爱。如今我当上了皇帝，也拥有了一切，却还不能爱我所爱。娥皇，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我请求你承诺娥皇最后一个心愿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李煜能做个称职的国主，我就不再征伐江南。就算对你的承诺吧。娥皇永生永世感激您的应许。国主，韩大人有急事求见。参见国主。有事就说吧。是，国主，臣昨日在街上遇见一个人，看他谈吐，臣怀疑他是宋朝廷皇帝。赵匡胤。这绣帕包含了太多的情谊，你收着也好，烧了也好。从今，娥皇就只是李煜的周后。娥皇，你是宗主国的正朔皇帝，请你不要忘了对我承诺过的话。回禀国主，娘娘和咬娘去瓦官寺祈福了。既然是去祈福了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娥皇身体这么弱，还硬撑着去庙里祈福，难道是另有隐情？裴厚德，在，跟朕走。是。带上大哥送朕的剑。这一段情，难道就这么了结了吗？望我驰骋疆场，所向无敌。为什么这场情仗竟挫败如此？
娥皇，娥皇，站住！如果我没有听到你叫娥皇，我可以当你是微服来揽胜。但现在你要我怎么替你解释？你无需替我解释，我这一趟就是专为娥皇而来的。枉你为大宋皇帝，居然为我周后而来呀！娥皇是我相知相惜的红颜，你珍惜她了吗？你手提金缕鞋的偷情艳词已传遍了大江南北，你又置娥皇于何地呢？国主现在有危险，快去叫季美君前来。耽误的事打断你们俩狗腿，快去呀！是。哼！我赵匡胤最恨的就是无情无义。愚公，你对我大宋阳奉阴违，全然无视我宗主国的约束，这是无义。于私，在归德府的时候，你说变就变，离我而去。如今你又背弃了娥皇，你这是无情。像你这种无情无义之人，要不是为了娥皇，我早该罚你。可以为了你的野心，为了你的私心而罚我，不必说这些话来污蔑我。当年我见你行侠仗义，为百姓请命，所以称你声大哥，邀你来堂。可你一剑刺死知府，是你的暴虐凶残让我不得不离你而去，不是我无情无义。江南国力薄弱，任你挟怨报复，取走江北14州，去掉了帝号。这些国仇我无力还击，我都认了。可娥皇是我挚爱的妻子，我没有背弃她。是你的后袍，是你的并蒂莲，是你对她念念不忘的心，破坏了我们夫妻的感情。你居然还敢只身前来，在我面前振振有词，不怕我把你扣下吗？我既然来了，我还会怕你吗？你扣得住我一个？你扣得住我大宋千军万马吗？你信不信？只要我3天之内没有回到汴京，我大军在1个月之内就可以扫平你整个江南。你竟然还敢说你爱娥皇？你有多爱她？一件后袍，一支并蒂莲，就戳破了你的谎言。这是你的爱吗？你的爱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，这算是真爱吗？而我呢？我敢只身涉险来到江南，来见我此生唯一的挚爱。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太恶毒了！你居然拿那些礼物来挑衅我！你挑衅我也就算了，你还企图用那些礼物来诱拐娥皇，你早就算计过了。你知道，就算诱拐不成，你也可以从中破坏我们夫妻的感情，是不是？你太可恶了！我居然上了你的当！你住口！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头上。你要是够理智，就不会中计；你要是够深情，你就不会怀疑他。我与娥皇认识在先，可是他选择了你。即使到了今天，他都不愿意离你而去。可是你呢？你不但计较他的过去，还怀疑他的忠诚，甚至以此来作为借口而移情别恋。你这算是什么爱呀？你根本就不配爱他！你有什么资格评断我对他的爱？我爱他有多深，我自己清楚。即便我多爱了一个人，也丝毫没有减少我对他的感情。笑话！你问过娥皇的感受了吗？娥皇她同意了吗？爱情能够允许和别人分享吗？亏你还说得那么理直气壮的。要是照你的说法，娥皇多爱我一个，你又有什么好计较的呢？他只不过来跟我见上一面，我们只不过说了几句话，我们是清清白白的，你却提着剑冲了过来，你这是吃的什么醋，生的什么气呢？因为我爱他，因为我